根据美丽岛电子报公布，台南市长上升的民调，伫目前宣布参选的5位候选人当中，以现任市长黄伟哲以61.1%的支持度领先。国民党提名市长候选人谢良介，则是以15.7%的支持度排名第2。接续落来是柯忠胜2.4%，林义峰2.1%，还有13%的选民无明确回答要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。这份民调显示，伫选前剩无到20天，黄伟哲赢过谢良介，高达45%以上的支持度。做伙拼，做伙拼，做伙赢，做伙赢，天台人，天台人，继续拼，继续拼。黄伟哲竞选总部指出，民调中显示，为政党立场来看，黄伟哲得到泛绿阵营88.1%的支持。伫立场中立，也就是选人无选中市民，这是得到50.6%过半支持。支持度上少族群是泛蓝阵营19.9%，民众党阵营19.7%。谢良介伫泛蓝阵营得到61.6%的支持度，其次是民众党51%，立场中立12%，伫泛绿阵营支持度只有2.8%。加油盖，到山！加油盖，到山！另外，黄伟哲伫台南市所有行政区拢赢过所有对手，不论是伫原台南市，也或是原台南县的区域，拢赢过谢良介超过4成。其中，黄伟哲伫大兴营区更是得到70%选民的支持，其次是大北门区68.6%，安南区64.1%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